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劉慧晶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了》。今日也係禮拜二哦，好食新鮮線，我帶大家共下來認識當季好食來了解菜地嘅特產吼。睇下花蓮鳳林有一個哦，真有文意氣息嘅草剃頭，咪十分嘅出名哦。睇下熱天時吼，你下就是頭，安然吃菜嘅泡一杯咧小小嘅茶，放一粒嘅呢個鳳皮草剃頭，哦嘅真係當聽落哦，真多人啊會驚食剃頭，因為炒火，所以也唔敢食。但是你單純有美好嘅滋味，實係當多人心肝肚思念嘅美水哦。今日當歡喜啊，請到一對公家來到那個現場哈，因為今日咯，本日鳳林變到多麼強款哦，一個眼神來紹介就係順良。係，順良。係，歡迎你哦！今日聽到來老大家分享呢個鳳林嘅剃頭，原來有乜解莫強樣嚟哦！嗰接下來我哋紹介嘅就係玉麟。大家好，我係玉麟。係強樣咯嗬！今日聽咪請玉麟來分享自家嘅經驗嚟嗬。講到啊呢個花蓮嘅一個鳳林啊，講剃頭頭先係講到當出名嘅嗬。唔過呢，講到一個好食新鮮線啊，其實一路來紹介嘅就係一個單純啦，嗬，冇添加嘅一個好嘅食材。你下花蓮鳳林啊，講真實嚟嗬，一個佢嘅剃頭按出名嗬，係咪做到先來老大家講下？係種剃頭佢嘅一個環境啊，嗬，新來乜嘅樣嘅環境正適合，係咪鳳林一個蔬菜特別嘅適合嚟種？鳳林嘅剃頭嗬，是講，呢種剃頭嘅條件嗬，就係熱頭愛要拉，哦，熱椒，土壤嘅愛嗰種沙泥地，沙泥地，較利水啊，沙泥地較利水，古數人嘅剃頭來講，佢會較強一個水分咩？嗬，呀，熱椒嘅部分有係樣嘅喏。熱椒嗬，普通嗬，南部嗬，佢嘅熱椒會較充足。啊，花蓮嗬，佢嘅呢種東西嗬，要分個做冬、慢冬。啊，做冬就你下，譬如講呢呀，過年霜那樣嗬，農曆年過就會做冬。啊，南部嗰片就佢較無按嗬，熱椒強多。啊，就呢個花蓮嗰片就會較拄好。古數啊，一個熱椒來講，太高多安樣啊，好咩唔好？一個太高少唔足安樣咩做唔得，好都係花蓮天氣一個蔬菜嗬，鳳林人入邊選開係較拄好嘅部分。另外呢，一個內容嘅部分咩做唔得，所以講一個聽人講，要沙剃啦，嗬，沙剃安樣利水較好。古數人嘅剃頭來講，因為佢要較強水。較強水，所以都按樣嘅環境之下呢，來種一個剃頭，種出來嘅剃頭就一定好食了，係咪按樣先嗬？應講到一個種出來嘅剃頭，像玉麟食過後嘅感覺樣嘅，按好食。好食。咁你剃100次到一間鳳林嘅剃頭嘅下咧？馬介我一下加上去湯唔是一點點。嗰時一下子，你講到來到一刻花，還是慢慢的以後啦。第一次吃到炒花生，那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？覺得那時候是吃婆婆炒的花生，對，覺得非常好吃，跟我小時候自己在我的那個娘家吃到的花生，因為我娘家的媽媽都是在外面買花生，對，那所以我覺得那個味道非常不一樣。那因為外面買的大部分是油炸的，可是我覺得我婆婆是用那種最傳統的古早味的方式鹽炒花生，非常香酥，非常好吃。又香又酥嗬，又好食咧嗬。不過講到一個鳳林嘅鄉親朋友，當然嘅一個印象嗬，可能第一係乜嘅？第一就係一個薄皮嘅一個椒。韓國呢就係講蒙頭嘅一個做嘅一個頭嫩啦，嗬，也係講一個剃頭來講哦，一經驗啦，嗬，所以來有一個新嘅一個人講，想講發展到以後啊，嗬，也講到一個鳳林嘅一個剃頭，嗬，頭先你玉麟有講到咧，嗬，一個手工去炒嘅哦，真是冇強樣呢，也做得老大家來講下一個手工炒嘅一個剃頭啊，嗬，100啊，嗬，上來你都熟成嘅時間啦，嗬，做得炒幾久呢？頭先講有2棟咩2棟，我哋花蓮嗰片剃一期就會長起，長起就會上到較多，較僵。
啊，天气就南部开片会较好，冬该吼秋冬该时节啦吼，你只要较无按南部无按拉来讲吼，就度好。哎呦，所以吼，你早起南部了东部就无相同。啊，第一期安尼挨到个花东花莲那片就会较好哎呦，啊油质较好，安尼都除吼，该农作物的东西吼，你种吼，较冷的所在吼，其生长会较慢，较慢的时节生长慢，其个该风味吼会较香。哎呀，係吼，好古早啊吼，一個講到環境啊，韓國一個成種嘅一個過程當中，當然會有影響啦。亦就講用嘅來本一個剃頭，變到行較好些啦，吼一個手工剃頭。再過來呢，一個豐年天氣嘅剃頭來講啊，吼，上來啊，佢嘅產量有一度，你都轉去花蓮之前。轉去花蓮之前哦，其實吼，你台灣應該加入 WTO。以後吼，該產量全部得上因都休耕嘛，全部休耕都冇乜嘅嚴重啦。田度嘅田全部都休耕體咧，休耕體過後都按用冰地放咧啊。印冰店啊，啊就印冰店你啊，以前吼 WTO 以前將來就係讀該小學啊，那做囡嘅時節吼，當到該冰該暑假吼，全部打工就去綁剃頭。冇都染剃頭，係頭擺洗時節，全部都去染剃頭，打工一家賺啲零用錢那樣。係，我都想我哋嘅下吼，你從一個收費來講啊，零用錢來講啊，吼，嘅下按用染剃頭啊，吼，算綁剃頭也得啊，吼，算來伊都按用都係本意都自家去買人搭嘅也都有。係，就買，譬如講，以前嘅綁剃頭按用買算一吊，吼一桶按用一吊，一桶一吊嘅料，從個差唔多個種嘅20 克、25克，咩要都冇那梅吼，咁咩要綁過個一桶50克嘅啊。係。啊，寒假嘅時節就打工都會去種個豐年廣東人咧種西瓜嘅嘛。係。種個胎嘅吼，我點籽嘅。點佢嘅葉啦，吼，古早都寒天有寒天嘅一個係成個很收費嘅製作嚟做，熱天時節咪用熱天時節做嚟做啊，吼。一樣啊，吼，講到樣啊，像有輪嚟講下，吼，一下嘅豐年也會啊，吼，耕種的農民哦，他們現在的那個年紀，大概都跟你們一樣年輕嗎？還是他們年齡平均年齡大概是多大？其實我們的平均年齡都是70歲以上。70歲哦，現在老農幾乎都是老。也對講田中來講，年輕人真的不多哦。你們回去很少，所以我們今年也開始學習，就是跟着婆婆一起種花生。對，就是婆婆帶領順龍這樣一起學習怎麼種，不然其實現在以我們就是回鄉4年這樣子啊，認識的都是老農，那我們也會去思考說，如果這是一個永續的路的話，那這個老農他們年紀一直年長，那有一天他們不能再種的時候，勢必是要有年輕人去傳承這樣子。好，所以講到哎呀，用來用來提到真正吼，喺老人家吼，佢哋有佢哋自家嘅農種也都農作物嘅經驗啊，亦都經驗愛傳下來，本也都後生嘅吼，真有塊土想講有一隻傳承啊，喺個冇傳下來哦，大家都愛自家三毛頭頭都自家應做啊，哦真巧嘅，是真巧嘅講真實嘅啦吼，亦係愛有當到嘅其他嘅一事件，嗱喺個冇真巧都冇嚟啊，所以哋自家來做咩當好？自家種哦，當然較好啊。你該品種都冇相同嘛，哈。係。你唔是講嗰個乜嘅食物里程乜嘅就會冇啦，就米土就冇相同。菜體種出來又甜又好食，吼都綜合到安尼嘅口味。好，真係咧，吼講到嘢吼，頭先都收記人嘅一個豐年入邊嘅種剃頭嘅環境啦，還嗰個食剃頭嘅感覺啦。也好，我想，你都用3年咯，不但哦，全部會學一個藝術嘅韓語國外留學進來，到台北其實咪要1號嘅頭路呢。嘅下用要想講，我轉去花蓮來買一個講手工炒剃頭咧。要輪先嚟講下好唔好？好，
那时候婆婆就是刚好60岁，然后她我熊会炒嘞，因为很累啊，那手工炒都很累。然后我们在台北上班的时候，婆婆会寄花生来台北，然后我们吃到之后就想说，哇，妈妈炒这么好吃的花生，她以后不炒了，那谁要炒给我们吃？我们都不会炒嘛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只是当初有一个这样的念头，觉得说，哎，那这样子是不是有人可以去延续？对，那聊一聊之后，也时间就会两三人打做鼓过后，呀，顺利一起家吃到诶，头路啊，从以我还想要转去发连。原来俺妹讲唔会炒，俺妹印象吼，做得前慢人去接嗰种诶，挨到底吼，呢种诶东西吼，那某人做汉拜就这样就某人爱做。真是因为做也是。挨到就请嘛，咩请朋友啊、亲戚啦，看乜人。乜人爱来好。後生人吼，看乜人愛有興趣，有興趣愛做安樣。啊，請聽人都講，該炒該鐵炒該油，乜該好發展咯，哦，啊就印象深，啊人都講，啊人用按好人用唔係自家炒咯。係。嗱就讓認真去想講，咩係啊？就說。都有樣。係都有樣，唔係講講，你做嘅條路吼，就幾好哦，帶喺台北。我了解時間吼，咩條路吼運作吼都無限，無乜嘅協群，我了量茶吼全部無乜嘅協群，無乜嘅了，還個都台北嘅想法來講，咩要較競爭嘅話吼，即係較唔正常一樣。我轉來，佢轉來當中10點了，10點鐘食安布啦。10點鐘食嘢，當場都係都也個都飛起上班嘅人咯，當到現做安樣去。係啊，我咩得塊糖度。9點咧，咱含你煮暗啦，當啲食，按用都無精神，啊就想，咩係按用啊，吼就想到按用無精神吼，啊條路按用都無限運作，啊就咩想過，當到嘅事情。考慮嘅面向來講吼，唔係單槍講也個剃頭按好勢吼。我留佢傳下去也係一點，當然考慮到各方面嘅問題啦，吼，真實啦，吼，一個好色嘅產品哦，使用有材料之外啊，還可以一個人講，有人來行銷，一行銷我要方法呢，吼，一個豐年嘅剃頭按每好按好，吼，誒上來你運用嚟做行銷，韓國有呢度嘅故事做得來，大家嚟講到嚟，家下聽陣個繼續來聊，兩位來賓打嘴鼓哦。